咱台湾有一寡人会去波兰、西班牙读起考，就算无实习、无当地执照，回来台湾考调国考了后，都会当做起考医生，引起争议。即阵卫福部打算要提出改善偏乡医疗的第二期计划，都基层医师认为讲，这个计划根本就是咧开后尾门，要互一寡留学生提早实习，而且就算因摕到执照，嘛毋是留伫偏乡。 台湾基层起考医师协会在起点开记者会，控诉卫福部的优化偏乡医疗前进计划第二期，对会当自由行动选择职业地点的本国学历起考医师来讲，根本就无兴趣。只有想要提早实习的普起考医师，伊就是去波兰等国家读起考科系，毋过还未经过实习，嘛无得到医师执照的台湾人，才去申请。 这个卫福部的计划，好亲像都是为这个起考医师伫开后门，让这些人可以保送取得执照，但是只做一些大医牙医系国内大医牙医系就在做的服务社团的事情哈，所以我们非常质疑这个政策是否有它的公共性。台湾基层起考医师协会指出，这种起考医师摕到执照了后，大部分伫部立病院服务，部立病院各离的人较侪的所在，根本都毋是偏乡，所做的服务内容嘛，敢若口腔 照顾也加社区式的服务，呼吁政府若做有心要改善偏乡起考医师欠缺这个问题，应该爱甲经费用伫鼓励偏乡开业，也是设立起考医疗站。因为卫福部的计划一定4年就240个人，若做全部拢互这个起考医师来申请，安尼恐惊就超过副总统赖清德较早承诺的实习名额，维持当年有50个公告会跳票。到时阵，这种起考医师可能会变做咱国内 上济的起考医师，就是要解决偏向医疗不足的问题了哈。那所以我们才会提出一个精进的计划了哈。那至于说内容，其实所有都还在评估讨论中。卫福部是回应，目前国内大部分有50个乡镇市无起考医师，才会望透过优化偏乡医疗前进计划第2期，优化偏乡医疗。不过目前的计划拢还搁咧讨论，也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